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7章。以色列人的族长带1000人的军官，带100人的军官以及官长，拢照班次分配。逐班24000人，全年照月轮班服侍王。正月第一班，班长是撒巴第业的囝亚索班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伊是法律师的后代，指挥正月所有的军官。2月第二班，班长是阿和阿人，倒代参谋长是米基罗，倒代的班内有24000人。3月第三班，指挥官是祭司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比拿雅是迄30个勇士中的一个，管理迄30人。伊的班内阁有伊的囝暗米撒伯。4月第四班，班长是约押的小弟阿撒赫，线接伊的是伊的囝西巴第雅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5月第五班，班长是以斯拉人三合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6月第六班，班长是提哥阿人约结的囝伊拉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7月第七班，班长是以法莲支族比伦人希利斯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8月第八班，班长是舍拉宗族何沙人西比该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9月第九班，班长是便雅悯支族阿那突人阿比以舍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10月第十班，班长是舍拉宗族尼德法人马哈莱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11月第11班，班长是以法莲支族比拉顿人比拿雅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12月第12班，班长是俄多涅宗族尼德法人希代，伊的班内有24000人。管理以色列正支族的官长记伫下面。管路边支族的是细基利的囝以利以舍，管西面支族的是马加的囝示法提雅，管利未支族的是基摩利的囝哈沙比雅，管阿伦后代的是撒督。管犹大支族的是大毕的兄哥以利户，管以撒加支族的是米迦勒的囝暗利，管西布伦支族的是俄巴底亚的囝伊斯玛雅，管拿弗他利支族的是阿苏列的囝亚利摩，管以法莲支族的是阿撒西雅的囝何西阿，管马拉西半支族的是比大雅的囝约尼，管基列地区马拉西半支族的是撒加利亚的囝约多，管便雅悯支族的是阿尼尼的囝雅西业，管但支族的是亚罗罕的囝阿撒列。这个是以色列正支族的行政官长。以色列人
20岁以下的，代表无点算，因为上主有应允，要加添以色列人，亲像天顶的星遐济。细路亚的囝约押开始点算，毋过无完成，因为点算人口即个事，上帝会受气，临到以色列，数目嘛无记伫大卫王记录。管理王府库的是阿底业的囝阿苏马威，管理田园、城镇、乡村、守望台的府库的是乌西亚的囝约拿单，管理耕作田园的是基利的囝以斯利，管理葡萄园的是拿马人示每。管理葡萄园的酒地的是示弗米人撒底，管理山坡的橄榄树甲酸菜树的是基底利人巴力哈兰，管理橄榄油库的是约阿斯，管理沙伦平原的牛群的是沙伦人是提来，管理山谷中的牛群的是阿蒂来的囝沙法，管理骆驼的是以实玛利人阿比勒，管理驴群的是米伦人亚希底亚，管理羊群的是夏甲人亚瑟。这个拢是管理大卫王产业的官长。大卫的阿叔约拿单做参谋，伊真聪明，搁做书记。哈吉摩尼的囝亚歇照顾王的囝儿。阿希多弗嘛做王的参谋，阿基人何书做王的顾问。